為咗發展綠電、改善水浸缺水問題，行政院推動將近1兆元嘅前瞻基礎建設計劃。20號開完行政立法協調匯報之後，好快敲定。23號將送行政院會，通過之後將盡快送立法院審議。行政立法協調匯報之後，內閣各權一字排開，喺行政院宣示將盡快通過前瞻基礎建設計劃。23號行政院會通過之後，將盡快送立法院審議。這個特別條例今天的條文經過立委們逐條看了以後，其實跟以前的特別預算的這些特別條例，其實都是大同小異，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所以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所以委員們也都支持。以8年規劃嘅前瞻基礎建設計劃分為5大項，喺水環境建設上面將增供常態供水每日100萬噸，備緩供水200萬噸，改善易水浸面積200平方公里，要大幅降低水浸同缺水風險。綠能建設上面，2025非核家園目標不變，到2025年之前，綠能發電要佔總發電量20%，並且建構沙崙綠能科學城。另外，亦都包含城鄉建設、軌道建設，仲有數位建設。由於政策細項、總體經費、對國家就業率以及 GDP 成長嘅幅度，官員都未能説明，亦都引發在場媒體不滿，質疑政府政策嘅可行性。行政院強調，等23號行政院會敲定之後就會定案。行政院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劃，要投入進行水資源嘅相關建設。不過環團批評，如果只係為咗景觀，用水泥打造嘅人工河川根本就係破壞生態，更加無助於水質淨化。行政院提出前瞻基礎建設計劃，將投入2500億進行水資源建設。不過環保團體批評地方政府為咗爭取預算，改變景觀，攞出台中柳村河岸嘅相，表示好似咁樣水泥親水步道雖然優美，但係呢一種河岸同河底都用水泥施工嘅工法，會破壞生態，河川嘅原生魚類更加無法生存。環團認為河川整治嘅重點應該從源頭做起。台灣河川又急又短，大雨過後容易造成下游泛濫。負責編列河川整治預算嘅水利署表示，水泥河川的確對環境生態有好大嘅影響。目前已經通知各縣市政府，做整治前必須搜集民眾、環保團體嘅意見，做好生態檢核，減少水泥化先至能夠施工。環團就建議修法處分違法整治河川嘅行為。總統府中部辦公室18號喺台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成立。喺啟用茶會上面，總統蔡英文表示，中部辦公室成立將會係強化中台灣角色嘅開始，中台灣嘅支柱將更堅實有力。設立喺豐原台中市政府陽明大樓2樓嘅總統府中部辦公室正式啟用，總統蔡英文親自主持啟用茶會。蔡英文表示，中台灣係下一世代扮演改變台灣嘅重要支柱，因此政府要整合中央同地方嘅資源嚟發揮中台灣嘅潛能，帶動台灣嘅發展。尤其行政院積極規劃嘅前瞻基礎建設計劃，要推動綠能、數位、水環境、軌道、城鄉等5大面向建設，為國家嘅轉型打下紮實嘅基礎。茶敘中，台中市長林佳龍同彰化縣長魏明高亦都分享施政主造。蔡總統稱讚魏明高要將彰化打造成風光大縣係有創意嘅講法，尤其彰化縣政府喺綠能招商上面已經有相當成果，未來彰化會係台灣綠電發展嘅重點地區，而大台中嘅山手線同綠水園道係促進中部發展好重要嘅角色。呢啲方案唔單止令到台中更進步，亦都能夠帶動周邊縣市發展。
總統表示，中部辦公室成立，代表住強化中台灣嘅角色已經開始，期許大家共同努力，令到中台灣有更好嘅發展，開創台灣未來。考量環評時程、電力穩定等等諸多變數，外傳台積電3奈米計劃可能從高雄轉向美國設廠。雖然台積電表示目前冇到美國投資嘅計劃，但係外界認為台積電係指標性大廠，一旦出走，恐怕會引發後續骨牌效應。行政院表示會啟動專案協助解決缺水缺電嘅問題，科技部亦都會掌握廠商需求，排除困難。台積電最先進嘅3奈米設廠地點原本打算喺南科高雄園區露竹基地，投資金額高達5000億元。不過而家就傳出可能改變計劃，轉向到美國設廠。由於媒體報道，台積電政策大轉彎主要原因係南科嘅環評作業完成時間可能無法配合台積電需求，加上南部空氣環境同電力供給唔穩定情況下，影響設廠變數。有學者分析，呢個凸顯台灣投資環境不佳，一旦指標性大廠出走，恐怕引發後續骨牌效應。缺水缺電對投資廠商來是一個很大的傷害。然後呢，在台灣這個沒有辦法跟這個世界的貿易區塊做連結、緊密連結的時候呢，生意沒有辦法做出去。指標性廠商一旦有出走的風聲，大家都會跟着龍頭走。對於台積電擔心嘅缺水缺電問題，經濟部表示會全力協助。環保署認為台積電過去環評審查資料完整，通過環評速度快，但應該考慮到空污總量管制嘅問題。至於科技部就強調會掌握廠商需求，排除廠商困難。此外，科技部長陳良基亦都特地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電話聯繫。張忠謀強調，台積電目前規劃以投資台灣為優先，並冇到美國投資設廠計劃。文創產業再添新生力軍，原本係五月天相信音樂演製部門嘅必應創造。2014年獨立門戶之後，成為台灣首間全方位娛樂影音公司，將會喺3月底登陸興櫃。台下歌迷手上面攞住熒光棒，用力咁樣揮舞，現場氣氛嗨到不得了。五月天20週年世界巡演喺高雄熱鬧登場，而演唱會幕後推手必應創造，原本係五月天相信音樂嘅製作部門。2014年自立門戶之後，預計喺3月底登陸興櫃。必應創造係由一班有創意、有諗法嘅專業人員所組成，係台灣第一間全方位娛樂影音公司，上下游軟硬體一條龍，亦都輸入國內外藝人演唱會。舊年自結營業收入大約係7.9億元，舊年底申請公司發行，今年1月通過，目前已經送件櫃買中心申請登陸興櫃。法人認為全球文創產業嘅產值佔全球 GDP 嘅3%，創造之就業人口亦都佔全球就業總數嘅1%，顯示文創潛力無窮。未來如果能夠進行業內同跨業嘅合作，再加上政府嘅引導，令到業者投資回收產生經濟效益，有機會令到文創走出唔同嘅路。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全國應盡用身心障礙員工嘅義務機關係有16000幾間。勞動部公布最新未足額盡用單位，公立機關、交通大學仲有橋頭地方法院排名第一。不過亦都有公司發現身障員工好多嘅優點而超額盡用。負責客服同系統整合嘅程曦資訊整合公司員工數649人，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應盡用1% 嘅身障員工6個人，但係呢間公司盡用咗61個人，堪稱愛心企業。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應盡用身心障礙者嘅義務機關總計16881間，其中有
有1496間，微中瓦盡用佔8%，微中瓦盡用2113人。其中微中瓦盡用公立單位第一名係交通大學同橋頭地方法院，兩者都不中瓦5人。私立單位就係藝柯人事顧問公司，不中瓦盡用13人。為咗鼓勵僱主盡用新漲員工，勞動部強調，如果企業主有需要，政府亦都有職務再設計輔導團可以入到公司協助。勞動部表示，舊年就有2426件申請案，如果需要購買輔具或者係改善無障礙，政府最高補助10萬蚊。呼籲企業能夠開發身障就業機會，睇到身心障礙員工嘅無限可能。2017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自即日起開始報名，歡迎海外青年踴躍參加。詳情請見網站或向我駐外館處及各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洽詢報名。歌仔戲是20世紀初從宜蘭發源的台灣傳統戲曲，而表演的形式也從農業社會的民間野台戲走進了現代劇場。成功轉型的背後是許多表演藝術家不懈努力的成果，而唐美雲就是一個好例子。多年來堅持傳承與創新，為歌仔戲樹立新標杆。我自己家裡，我爸爸有戲班，可是其實父母並不是一打算就是要讓我開始演戲，因為早期爸爸媽媽他們的年代，其實戲班其實經過很多的改變，父母總是疼自己的小孩嘛，他們就不忍心讓我再繼續跟着唱戲，然後學戲，這樣繼續奔波。那後來真正的會演戲，是因為自己爸爸的劇團裡面真的是缺人手，沒有辦法就找我去跑龍套，然後一路就跑到現在了。所以他先讓我去接觸電視歌仔戲，就是讓我可以先適應所謂的演戲方式，然後再慢慢的再把我帶回到戲台上。所以這一路下來，其實我真的很感謝我父母，他們雖然知道我有一度真的是有一點小小的排斥，可是他們還是很用心的把我留下來了。那如果沒有他們，大概就沒有今天的唐美雲。幾十年來經歷不同形式演出和淬煉，累積豐富表演能量的唐美雲，在2012年獲得第16屆國家文藝獎。一路走來，對傳統戲曲喜愛的他，熱衷程度始終如一。對我個人而言，其實我覺得那個獎其實是一個責任，不管是為當代的歌仔戲留下一些不一樣的作品，還是說盡我自己的一點點力量，我可以盡力把歌仔戲推廣到我們台灣每一個地方。那更甚至於在做海外這個演出的時候，我希望把台灣最美的聲調可以把它推廣到國外去。我是唐美雲，邀請各位好朋友，我們一同來支持欣賞歌戲。歡迎繼續收睇宏觀粵語新聞。偷排工業廢水以及盜採山林嘅環保犯罪事件層出不窮。為咗打擊不肖業者，環保署邀集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共同宣誓，將透過加強查緝、修法提高刑責同罰鍰，多管齊下，希望杜絕環保犯罪。
不肖業者排放廢水影響河川，仲有山老鼠盜採樹木、沙石回填、有毒廢土。環保犯罪影響民眾健康，亦都危害國土。為咗斷住呢一類犯罪背後嘅龐大不法所得同破壞環境，環保署同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共同攜手，要有效嚇阻環保犯罪，會修法擴大沒收不法所得同加收罰鍰。環保署長李應元表示，近5年嚟破獲重大環保犯罪超過1369件。未來除咗透過檢調單位、警察以及環保單位共同執法之外，亦都要獎勵輔導業者做好廢棄物污水循環利用嚟保護環境。呢一次打擊環保犯罪嘅重點仲有科技搜查設備，透過呢啲無人機可以立即傳輸水質數據傳輸嘅探測器，往往需要1年嘅搜查時間，將縮短到3個月。年金改革馬不停蹄，尤其針對公務員退休金嘅部分，考試院通過公務員退休金嘅計算方式，以最後10年薪水嚟平均計算，推翻咗過去全聚部同年改會以最後15年薪水嘅方案。軍公教勞年金面臨破產，為咗補財務黑洞，改革刻不容緩。不過軍公教團體抗議年金改革刀刀見骨，應該緩和漸進。佢哋嘅心聲，考試院似乎聽咗入去。針對退休金計算方式，從最後15年改為最後10年嚟計算。退休金計算基準以勞工為例，現行平均投保薪以最後5年嚟計算，年改會希望改為12年144個月，而軍公教平均投保薪過去全聚部同年改會都通過以最後15年薪水嚟計算，不過考試院最後決定改為10年。由於公務員隨住年資增加，可獲得加薪或者係升遷機會越高，因此通過越接近退休薪水越高。呢一次從最後15年改為最後10年。考試院就認為影響唔大，不過後續考試院提出嘅年改草案仍然必須經立法院審議，因此仍有變數。政府現已要修全民健保法，未來要俾陸生比照僑外學生納入健保體系，但係整體境外學生嘅保費都應該全額自付。有學生團體反對咁樣嘅做法，認為咁樣會加重境外學生嘅經濟負擔。嚟自台灣以及香港、大陸等境外學生一齊攞住標語，反對政府決定將陸生納入健保之後，調高全體境外生保費嘅收發方向。從香港來台就讀嘅范同學表示，港澳僑外生目前每個月保費749蚊，政府補助500蚊。以2015年為例，3萬幾名境外生自付保費收入就超過2億元，成年落嚟亦都淨係使用咗53%，剩低都回流到健保基金。但係而家收發方向係要令到港澳僑外生同每個月負擔大約500蚊商業保險嘅陸生都納入健保範圍。但係全部一齊調漲保費為1249蚊，學生團體直呼呢一種假平等只會加重學生負擔。陸生張同學表示，陸生喺台灣冇辦法打工，喺冇納入健保嘅情況下，睇牙醫淨係洗牙、攞止痛藥等等嘅基本療程就要花咗1900蚊，負擔好大。建議政府喺考量陸生納保、調漲健保費嘅同時，應該按照量能原則，而非以國籍為主。4月開始係幼兒園招生嘅旺季，家長應該如何挑選適合孩子嘅學校？專家建議幼兒園有足夠嘅大空間同多元嘅課程，係家長可以優先考慮嘅選項。幼兒園招生季到啦，公私立幼兒園素質參差不齊，家長如何挑選適合孩子嘅幼兒園，成為咗第一個難題。而家好多幼兒園嘅課程從教室裡面拉到教室外面嚟學習，
引更多家長願意將細路仔送嚟。專家建議挑選適合幼兒園嘅第一步，可以從課程同環境中去觀察戶外空間係唔係足夠，甚至戶外中有冇適合孩子學習嘅素材。有別於傳統着重聽說讀寫或者係背誦嘅課程，專家建議應該着重培養孩子探索學習嘅能力。全教總表示，包括師生比一位老師最多帶15位幼兒，以及教保人員嘅資格，亦都係家長可以參考嘅選項。花蓮台九線大龍大富森林公園興泉水鎮最近水道兩旁嘅黃金風鈴木正喺度盛開，黃金金嘅花海每日都吸引唔少嘅遊客，不過大量嘅人車亦都造成唔少嘅問題。雖然唔係放假嘅時候，不過為咗欣賞黃金風鈴木，唔少遊客仲係特地前嚟花蓮瑞穗鄉嘅興泉鎮嚟賞黃金風鈴木。行喺水道嘅旁邊，抬頭就係黃金金嘅花瓣，對應喺綠色嘅花東縱谷裏面，令人感受春天嘅氣息。而呢度嘅黃金風鈴木係瑞穗鄉農田水利工作站喺10幾年前因為要美化農村，喺水浸工程完工之後所栽種。估唔到呢幾年每到3、4月花開嘅時候，就會湧入大批嘅人潮前來賞花。唔單止車輛喺台九線亂停，造成交通堵塞，現場仲有人曾經跌落水浸，令到在地民眾相當憂心。此外，為咗遊客嘅安全，水利會瑞穗工作站將會喺樹嘅兩旁架設繩索，以及擺放救生圈。最重要嘅仲係請遊客多注意自己嘅腳落邊，唔好淨係掛住岳高個頭嚟欣賞花，唔小心跌落水浸，可能會有性命危險。台湾米的品质在世界上具有极大的优势，每一个品种都拥有不同的口感，米香还有软硬度。为了让稻米能够因应现代人饮食习惯的多样化，台湾每年都会研究出数百种的新品种稻米，背后的功臣则是台湾各地的农业改良场。台湾有7个改良场，每个地区它其实一些气候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台湾呢，它每个地区有它适合的品种。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改良什么。不是说我们去改良什么给农民种，是要反映农民的需求。其实一般我们所谓的米食，它除了以这个我们外观之外，我们还是要吃吃看。米最主要是淀粉的含量，然后还有这个蛋白质。那如果我们这个蛋白质含量太高，它吃起来口感比较硬，那煮起来会比较黄。所以我们台梗9号算是台湾公认最好吃的这个品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桃园3号是北部最好吃的米。开放之后，大家互相竞争，那我们的这个技术绝对不会输给国外。台湾育出来的品种一定可以迈向全世界。为了让稻米能在每一个地方适地适种，研究人员会依照各地的气候、温度，甚至风速来育苗配种出适合当地的稻米品种。除此之外，现在的自然环境不同于过去，许多病菌会透过空气传播，使水稻生病。因此，透过筛检与遗传分析，能够将抗性基因导入育成品种，让台湾水稻更加强壮。台湾稻米享誉国际，质与量更获得国际肯定，更时常出现在我国粮食人道救援，秉持着将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友邦，让全世界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与爱心。
繼續帶你嚟關心各地嘅藝文訊息。今日嘅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畢，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會。